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17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立法院进行监察委员的同意权登票，所有提名人拢总过关，啊，不过未登票进前两党嘛，阁有下来杀去。蔡英文总统本身去到国军新竹医院慰问军方直升机失事，两个为国牺牲的驾驶因亲人。交通部安心旅游学生免费入去游乐园的优待补助将近要用尽，林佳龙部长讲会阁争取优待未提早达到。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佫新增加2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这2人拢是进前去菲律宾做工课，7月15倒转来到国内送去集中隔开，今日确定验出致病。目前病例总人数计共是454个。另外，指挥中心嘛有说明，6个泰国的民众对台湾坐飞轮机倒转去，所拢发烧送验病毒，这站消息的进展。这个境外一路的一个确诊病例，那这个是分别是20多岁的女性是按453，另外还有40多岁的男性按454，那这分别都是从菲律宾返国哦。那453就是他在7月14号开始出现这个倦怠、喉咙痛跟咳嗽有痰，还有鼻塞的症状哦。那15号返国入境的时候有跟在机场就主动告知有不适的症状。另外就是有关按454这一位啊，他也是在7月15号返国。那我们有问了这个长荣在曼谷站的工作人员啊，他们回报是，据他们所知，目前这6位啊都是阴性，但是我们还在等泰国方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也目前就先针对这个。这6位的身份就先掌握了，其中知道这6位其实据我们所知，目前应该不是转机的身份啊，是从台湾过去的4位移工、1位新住民跟1位学生，所以还在等候这个泰国这方面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回应啊。今日的大代志，先来讲早起立法院进行监察委员同意权登票，院长提名人陈菊摕到65张同意票通过审查，所有监察委员的提名人嘛，拢总有摕到过半数立委的同意票。是讲议会未开始进前，国民党的党团嘛先入去议场画口号，未手阁引导票筒，含执政党的立委双方面又阁起骹动手下来杀去。立法院最近气氛是无啥好。前一天，拿6立委发生流血的冲突，立法院长游锡堃伫咧规个乱吵吵的情形当中，表决通过民进党团的提案，停止询答，17行使监院人事同意权投票。国民党团今仔日早起8点40分左右到议场进前，提出民进党立委担用昨人无伫咧议场的证据，质疑有造票的嫌疑。民众党团嘛批评讲，表决的程序有问题，程序无正义，必要的时阵会提出释宪。已经有明确的证据证人了，今天的投票无效，所以我们主张停止投票了，投票也无效嘛，审查会还没完成呢。个人的卡好像被收走之后重插之后，跟原来的地方跟按铃表决的这个方式也不太一致。伫咧会议开始进前，国民党团8点54分做一群加入去议场，手举票语，而且喊违法造票、审查无效的口号，要求停止投票。伫那样抗议的声音当中，立法院长游锡堃伫咧9点12分的时阵，还是宣布开始投票。投票结束的时间是中昼12点，而且请工作人员布置投票所。国民党立委看到这个情形，开始阻挡技术人员入场，把票箱掩护倒，搁把登票的所在拆掉。同一个时间，拿6立委搁一届爆发激烈的冲突。民进党立委吴秉叡甲国民党立委罗明德是起骹动手，边仔立委是赶紧将2个人扭开，场面规个变甲乱吵吵。拿赢的立委硬甲选票抢去，抓破了后，也去咧主席台顶悬。不过，绿营的立委有救到一个票箱，放入去议场倒边的房间，无顾拿赢立委的抗议，照顺序去议场倒边领票甲转票，其他的人力继续阻挡拿赢的立委。咱也伫咧立法院外口，国民党搁一届发出动员令，叫群众包围立法院，台北市调动700个警察。咱也前立委李干秀徛去车顶喊口号，民众是一直想要爬过铁网走入去立法院，不过拢互警察抓落来。记者综合报道。
过来讲，昨下晡陆军防空特战指挥部一只直升机参加演习受煞，飞转去要到新竹空军基地时煞来坠落，正副驾驶拢为国牺牲。早起，蔡英文总统本身去到国军新竹医院慰问这两个驾驶的亲人，讲到因伫咧事故发生迄时，飞机弯弯闪开人家厝，煞来造成降落失败。蔡总统嘛讲，因伤人确实是国家的英雄。战术直升机坠落，两个飞官殉职。总统蔡英文17早起去国军新竹病院慰问家属，针对殉职的飞官，伫咧代志发生的时阵选择避开主体，才无造成伤亡。蔡英文表示，这两个拢是英雄，而且支持国防部予因全力协助，希望全体台湾人会当予辛苦保卫国家的国军上大的支持。这是我们国军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哀痛与不舍。选择了转向，那么他们错失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抢救自己生命的机会，他们是我们的英雄。国军嘛，对替罹难的正副驾驶刷连去国军桃园总病院。殉职的正驾驶赶紧转上校，是朋友拢学乐的好爸爸，并且常常分享甲后生查囝的相片，家庭生活是真和乐。网友嘛拢去伊的面册哀悼。副驾驶高嘉良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原本定伫咧今年要甲女朋友结婚，却来发生意外。这嘛是陆军攻击型 OH-580直升机伫咧2年以来发生的第3件事故。毋过专家分析，这2件意外无人员伤亡，看起来应该是人为操作不当。若是这件意外导火烧起来，佮加上正驾驶捌回报主旋翼的转速伤过慢，判断应该是机械故障的因素较大。影片看到它那种爆燃的程度，应该是失去控制才会把油箱撞破的这种情况。也许未来我们在对欧机的总安检之后，就是重新考量台湾地形的特性，然后强化欧机上面的一些机械设计的可能的部分。苏志云表示 ，OH-580直升机是配合目镜抓攻击直升机做伙执行任务，毋是干那会当做军事用途，会当伫现场控制勘灾。目前，陆军已经组成专案小组来进行调查，要全力查清楚失事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严德发部长昨暗时嘛去到病院探视这两个为国牺牲的驾驶因家属。今年已经损失4个官兵，搁一个也昏迷不醒，这是举办汉光演习到今伤亡上界惨重的一档。家属接到消息赶来病院。陆军航铁部一台编号616的 OH-580战术直升机，昨日下昼伫新竹空军基地降落地，造成正驾驶小校跟连转，副驾驶上尉郭家龙殉职。国防部长严德发暗时6点半也到病院探视殉职官兵的家属。我们都跟家属做说明了哈，也传达总统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英雄。英勇的牺牲，为了减少百姓民众的损失，这种大仁大义哈，我都跟家属做了转达。这是今年汉光演习第2件伤亡意外，连同吹沙调战队兵损意外，造成2死1重伤的意外，已经有4位官兵死亡，1位也阁唔在人，是汉光演习自1984年第一遍举行以来伤亡上惨重的一年。其他汉光演习造成的伤亡，包括2018年汉光3月4号演习，伞兵陈良峰伫跳伞时阵，因为主副伞拢无开，摔个涂骹重伤；也阁一台 F-16战机飞过归人港了弄山。飞官吴安庭死亡。2016汉光32号演习，陆军一台 CM11战车伫行军操演时阵，兵的脚下4位官兵死亡，1位受伤。总共汉光演习发生过13件意外，17个人死亡。这边发生意外的 OH-580直升机，今年5月初6，捌伫台南的桂林基地发生动摔落地。2018年3月也发生学员关刀判断错误，造成动摔高扭起定杯，迄当阵拢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国防部除了调查原因，也协助家属处理后事。辉煌基地的这个同时，的确是有发现低速的警告灯有亮，那些转速不够，那为什么会这个原因？我们事后会做一个调查。新竹地检署讲，检察官已经商验结束，by后日8月7月20日，伫桃园龙潭北矿市国军总病院解剖正副技师。记者综合报道。
咱过来讲，去年立法院伫咧审查军人年金改革的法案，反对的人士嘛组织一个800壮士的团体去发动抗议。过程中，毋但和警方再三起冲突，个连记者也共拍着伤。早起台北地检署宣布这条案侦办段落，起诉800壮士这个团体的发言人，就是现任的立委吴淑怀等等，计共有13名。这桩案件就是2018年4月25日，立法院当伫咧举办军人年金改革法案的公听会，会场外口800壮士这个团体调集群众去抗议，游行到国会门口迄时，为着要突破警方所采的路闸，所发生起骹动手，个连记者嘛共拍惨落。经过警方收集证据，现场就掠57个人起来送法办。地检署侦查了后，再去以煽惑犯罪甲伤害者的罪名起诉吴淑怀一家人。再来关心高雄市长补选的消息，国民党提名的李美珍议员讲到，永贵高雄咧招商来投资，拢是有起头，煞较无收尾。若换伊做，无论水电、土地这问题，拢会尽量去解决。民进党的候选人陈其迈是讲，早前伊伫中央就是咧负责国家级的大建设，招商对伊是无生疏。若民众党提名的吴益政议员是主张，法律就要先改，招商才有通互高雄真正得利。早晚市场摆票，搁到庙宇参拜，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一早起同款行程满满。对于国民党候选人李美珍接受广播电台访问时阵，讲到高雄市人口和台中超过，是因为招商引资的问题，哪力双方论战。招商都是一个口号，都是讲要做，其实是很难。怎么样前面讲了，然后后面的延续性，怎么样招商来投资高雄，也是。我过去在行政院，就是负责来协调整合这相关这些国家级的大型的经济建设的负责人，所以我也非常有信心。民众党候选人吴益政是认为，高雄安怎一日招商，上尾得利的也是中央，呼吁高雄的民进党立委要促成修法，而且招商嘛有永续的观念。高雄的财政经济的问题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因为政府不懂，市场不懂。第二个，在这个世界潮流经济发展的趋势，是要做什么环保跟所谓的产业高附加价值。高雄要找这样的人才跟产业进来，那不是说猛去招商口中。过去高雄市长期为民进党执政，李美珍是批评台湾无应该只是意见党，爱拍一场无共款的选战，证明高雄唔是立竿出接。吴益政嘛认同民进党长期绑票高雄，煞无回馈。对此，陈其迈是回应高雄唔是意见党，若无哪有互韩市长机会？高雄是一个民主多元的城市。记者李秀兰、柯俊准高雄报道。再来讲，今日早起，司法院柯宗力院长宣布，过去伫咧负责审理失职的公务员迄个庭改委员会，正式改名做庭改法院。本地咧审理是一级一审，当下改做一级二审，就是受处分的公务人员法官若有不服，就通提出上诉。搁一项就是庭改法院开始运用参审制度，以免受人议论讲法官判法官拢是咧官官相护。未来法官、检察官的惩戒案件，以及法官职务案件的审理，也都将从一级一审变更为一级二审。为了避免让外界有官官相护的疑虑，在这一次的修法，最重要的就是在第一审的法官、检察官惩戒案件中，将增加2位参审员，与法官共同来进行审理。今年5月，立法院3读修正通过公务员庭改法了后，公务员庭改委员会改制做庭改法院，新制度采用一级二审，增加上诉和控告这些定数。庭改法院下底职务法庭、一审合议庭，佫会加入2个对民间遴选出来的参审员，这会含3个专职的法官，同齐审理甲判断公务人员失职的案件。再来讲，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表示讲，目前已经500万外人领着振兴3倍券。虽然办理的过程中加减有电脑连线故障，总是民众若咧收钱演唱会入门票，电脑嘛是同款有捧袂行的情形。爱找状况，政府嘛是即时就有克服。佮另外第3波替产业界消掏困难的补助，下礼拜行政院院会就会审查了。
甲虚拟实境总伫挂开，行政院长苏贞昌体验高科技。17早起，伊参访台湾微软办公室的时阵，顺势鼓励外商加码投资台湾，佮对香港资金表示欢迎。嘛因为振兴3倍券15开始正式发放，但领用的过程敢若无啥顺利。苏贞昌指出，第一天真侪人理应有状况，但是政府随来克服。光这2天就500多万人完成了领券。在第一天，虽然因为一时那么多人突然上线，有稍微短时间宕机，但你看5月天卖演唱会的票，4万人也会宕机。500多万人里面1万人怎么样子？其实比例并不是很高。进前政府鼓励民众使用数位领券，但目前大部分的民众犹原是以领纸本为主，甚至有袂少人为数位券来变领纸本，对纸本敢有可能会出现假的造成麻烦。苏贞昌挂保证，伊指出甲印纸钞的纸甲技术同款，鼓励民众加消费，希望会当带动国内的经济。只是国际疫情犹原真严重，行政院要进一步推出纾困3.0，协助受困的产业。正在盘整最后的阶段，下个礼拜的院会通过后会送立法院，因为这是人民的纳税钱，我们也是要用在刀口上，也不是漫无准则的乱花一通，所以我们都希望真正让受困的产业能够走出困境。另外，对于风声讲5方驻港代表处代理处长高明春向香港政府申请工作签证要验签，双方要求签署一种承诺书。苏贞昌对此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会坚守台湾的主权。记者郭彩自己前台北报道。各行各业当然赶紧伫咧拼经济。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就邀请一个日本的演师，用阿里山原住民族的神话做主题，翕出宣传的影片。早起这出神话的大地正式发表，交通部林佳龙部长嘛去到现场欣赏影片。林部长阁讲到，虽然目前予学生免费入去游乐园的优待，补助是将近要用尽，不过交通部会继续争取经费，优待是未提早画大档。补助我们也会跟游乐园来协调。那既有了经费2亿元不足的部分，我们也还有其他的项目可以呢来这个运用。所以这个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如期的举办到8月31号。林佳龙部长也讲，即阵国外旅客也无法度入境，不过交通部会继续合作国内观光产业提早准备。望讲等待国际飞机班恢复往来了后，台湾会当乘做外国人士来旅游第一优先的选择。咱个来讲，即阵踮伫咧街路驶轮椅、卖日用品遮的身体有较不便的人士，生理是真受影响。在因咧看民众党摕到振兴3倍券，是较袂当因认出来开用交关，但嘛毋知影讲即阵政策对因的助赞是多也少。国民党支持的基金会是讲，即张券分了有较慢，刺激经济效果惊是较有限。开刀失败、两骨受伤的屈先生，为着买互厝内的人爱过伊过几工，半年前开始坐轮椅伫路边卖卫生纸等等的日用品，自立生活。不过过无偌久，就拄着武汉肺炎的疫情，生理是减了一半。疫情一爆发以后，出来外面的人口少了，所以会跟，而且有某些人会认为说，不太喜欢跟别人接触啊什么，看到我们会就会闪开，生意会掉很多。总算等到振兴3倍券，街路卖物件的人希望讲会当增加一寡生意，不过也是观察到民众大部分拢算甲真详细，甲券用伫咧较侪优待的所在，所以无啥会甲3倍券用伫咧因身上。已经有人拿证券件来跟你们消费？还没有。我很希望说，因为政府的这个德政可以用在我们这些街卖者的身上。够长吗3倍券伫15拜3开始分实体券，除了排队的现象受到大家注意，经济效益会当有偌济，嘛继续受到讨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提出各国分补助金的时间点来做比较，大部分拢是以疫情上严重的时阵来刺激消费，像讲澳洲伫3月底就分，美国4月中，日本5月初，所以台湾的疫情都已经解封才来分3倍券，这款的时机点已经伤慢了。照理来讲，这个钱应该是花在情况最不好的时候。要丢出来，所以你看国外就很快就丢出来，因为才会产生刺激效果。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效果
不会那么好，因为本来大家就已经在花钱。实体券已经发出529万，对，那是预约的人去领的。预约已经1000多万了哈。开始本三倍券的第3天，经济部长王美花亲身上广播节目来面对外界形容的3倍券之乱，伊认为讲领券已经超过529万人次，效果是真好的。佮加上真侪商款嘛拢杀加价优待，3倍券敢会当进行消费，王美花也是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咱有当着啊，伫咧街路上看到这个捧轮椅伫咧卖日用品的朋友，咱会替因感觉讲真毋甘。总是世间运命坎坷的人真济，啊有真济台湾俗语甲歌谣嘛咧鼓励志气，提醒人讲，都要认真拼。前途总有一天会行出光明。国正先来讲一句4字的成语，讲叫做滥残尊罗。有，你讲国正啊，这句我捌听。流行歌嘛捌唱，流行歌是唱叫做烂残尊罗。毋过烂这字吼，咱认真甲溪口，伫台湾话无的确是歹的哦。国正啊，你是咧讲啥？你认真甲想，烂这字咱来讲烂残尊罗，烂无的确是反面咧批评的言辞。你想讲低骹裤就爱滚互烂？这烂就是恶老的呢，君无烂，老人步无法的呢。过来，咱讲这个人真面烂，对呢。这面烂有当阵啊嘛是表示正面，表示咧甲恶老。讲面烂甲安尼，一定会出头天。毋则讲即句话过去，人是讲叫做滥残尊罗。迄滥残骹若打落，就撩落，就侵落啊。所以滥残尊罗就是无路，咱共款咧甲撩互过，这就是咧鼓励志气的话。啊，讲到流行歌，咱嘛知讲有一条。赞奖歌王阿杰啊所主唱的成名曲，歌词内底咧讲我比别人较认真，我比别人较拍拼。你讲国正啊，这条歌都毋免你加介绍你，我嘛知影命运的语答。啊，毋过国正今日要来讲一个典故，就是这条歌的原作词家，咱过去电视出名的男主角钱来呀，张宗英老师，伊亲身对我讲，伊讲本体我歌词毋是安尼写呢，我歌词内底是有咧鼓励讲人爱残尊罗呢。原版张宗英所写的歌词按怎样表达？就是讲我比别人较认真，我比别人较拍拼。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凄凉的吉他声，愈弹是心愈痛。一人一款命，既然天注定，残尊路嘛得行啊！命运的吉他声。对呢，国正啊，即马流行歌经过作曲家甲改落去了后，中间这3句哪像无去安尼？毋则张宗英老师再三伫咧表明讲，伊原版的写法，这是真正伫咧鼓励志气，讲一人一款命，既然天注定，残尊路嘛得行，对毋？咱残尊路，你讲安尼生活遮尔坎坷，伫咧卖日用品，甘心甲命遮尔辛苦，咱有当看到毋甘，都会讲我真兴3倍券也是现金摕出来甲交关。毋过咱嘛相信讲残尊路有一天一定会行出光明。你讲有看有影无？啊，毋若讲有命坎坷的人，就爱拼。即马吼，各地方的地方政府嘛拢真认真伫咧拼，咧替家己的乡民、镇民争取福利。像我关河美的镇民，毋若3倍券尔，佫通对公所领着一人600块加他的现金。啊，当彰化新港乡即马嘛讲，伊嘛要加他1000，互乡民开用。另外，新港乡民人佫有通领着一条台中火力发电厂所拨的辅助金1000块。啊，毋过新港代表会这边嘛讲，公所要发现金，就要先想到财务的负担哦。红包一拍开，内底得到600块的现金，这是中华河美镇公所发予镇民，每一个人600块的定型现金。而现在新港乡嘛拍算跟进，除了政府的3倍券，乡公所阁准备每一个乡民加发1000块的定现金。我们用回馈金来发放给我们的这个乡民，对我们深港乡的建设的财政完全没有影响。两个乡镇比看卖啊，已经发放的河美镇，金额600块，人口数大约9万，总经费就要5400万。经费来源是自有财源、统筹分配款以及厂商回馈金等等。而新港乡预算发放1000块，人口数大约3万，主要支出3770万。财源来自中火以及工业区厂商的回馈金。它本来只有2亿而已啊，2亿而已，它那个预算3亿，先政策先开。到12月底，伊就无迄条，就剩2亿外啦。
香港所估计，目前每年香港拢有2亿外盈余，目前总计有5亿外，拍算以现金的方式来回馈乡民。而台北会表示，打算今年搁再加码1000，不过今年预算已经编列，需要以电付款方式来支出。而后面听到再领现金，嘛有无共款的看法。真好啊！哪个？加钱当然嘛好。因为不管多发多少，都在还是保留在那个项内，所以我觉得还好。民众讲虽然是真有感，不过反而会造成财政负担。而新港乡长表示，嘛已经向代表会来提案，这个月28号临时会若是通过，就先来实施。如果顺利通过，每一个新港乡民，包括今年中会发放的生活辅助金，今年上少会使加提2000块的现金。记者中华采访报道。再来关心国际的消息，全世界武汉肺炎拖了第2严重的巴西之国。7月16日诊断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200万人，其中有7万几人不幸死亡。当日宣布家己治病，巴西总统近来搁再验，体内嘛同款有病毒，还未复原，但只有是经过电脑镜头用视讯来发露国境了。全世界疫情第2严重的巴西，16日通报新增加超过45000例，死亡人数增加1300人。根据巴西的官方数据，巴西累计确诊数已经超过200万例，达到2012151例，总共76688人死亡，对100万到200万确诊，仅经过43天。5月份的疫情有小可转好，却搁伫6月份升悬，就算疫情真严重，总统波索纳罗却无要无紧，认为新冠病毒敢若是小感冒，拼经济比防疫更较重要，而且佮压迫各地首长来解除封城，致使状况失去控制。E por conta também de zombar da doença, não acreditar, achar que o isolamento social, o qual era e ainda é até hoje a medida mais eficaz de forma a conter o avanço da doença. 若是波索纳罗本人嘛，伫咧7月初确诊感染，留伫咧官邸隔离静养。最近佫一届体检也是阳性的反应，伊也未完全康复。特特透过视讯也是批评隔离制度比病毒本身害死佫较侪人，嘛公开支持美国总统川普连任，而且嘛参加新任教育部长李贝罗的任命仪式。É um ministério grande, complexo, com autonomias em setores, dependendo muitas vezes de conselhos para tomar decisões. Não é fácil a vida do ministro. E dele, em grande parte, depende do futuro da nossa nação. 波索纳罗伫咧确诊之前，捌直接参加群众活动，有当时佫无挂嘴啊。伊嘛坚持讲家己有食羟氯喹宁来帮助伊治疗症状，毋过目前无科学证明讲是有效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7月16日，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警告讲，俄罗斯迄国的间谍目前正伫咧锁定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一寡专心咧研究武汉肺炎预防线的机关，望要夺取其中的智慧财产。这件代志，因是将近100%有确定。毋过俄罗斯总统的发言人坦嘛讲，若讲这款话是无影无迹。英国、美国、加拿大16日指控俄罗斯想要偷摕研究机构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资讯。这个网络组织 APT29也互人叫做公爵或者是 Cory Bear， 并且被认为是俄罗斯政府暗中伫咧支持的害客团体。We know that the Russian intelligence agencies have been targeting, in terms of cyber attacks, against efforts across those 3 countries and here in the UK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come together. We're all trying to find a vaccine that both our people an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can benefit from. To have the Russian government engaged in that endeavour, I think needs calling out, and I think the world should know it.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闻秘书及发言人佩斯科夫讲，因并无关于英国制药公司甲研究中心被骇客入侵的消息。这个有一件代志要讲，就是俄罗斯甲这款代志完全无关系。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发一份资讯报讲 ，APT29运用几多种工具技术，包括虚查式网络钓鱼、加设定恶意软体，针对政府、外交、地壳、医疗保健一个另外目标做攻击，来偷摕智慧财产。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believes that Cozy Bear is an agency of the Russian government. And they've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Their attacks date back to 2014. The biggest takeaway from these attacks is that other countries are actively targeting
the health research industry. Coronavirus is the #1 priority of every intelligence agency around the world right now. 专家讲，根据这份报告，一旦掌握到海客目前攻击拢是以饕餮为主，而且有理由相信，因若是要做下疫苗发展，并不是做袂到。严过好佳在因无安尼先做。记者综合报道。翻头来看国内南北二路的新消息。高雄市一个出远洋掠鱼姓黄的男性，7月初7准假倒转来到国内，照规定就要在家内隔开检疫14天。7月21期间才有到，想无到讲，这个黄某人昨透暝就招朋友做伙去行舞厅，当煞去互警员临检着，高雄市卫生局嘛，甲伊重罚100万。啊！你居家检疫，你个造出来？一个查甫人坐伫舞厅的包厢内接受警方的调查，无偌久了就被抓。这查甫人违反居家检疫14天的规定走出来，国家还是伫咧密闭的空间，虽然摕伫咧手的无挂。口罩递下，递下。警方叫伊挂，虽然伊只好乖乖挂，因为所有证据拢伫咧警察的手机内面，想要辩解也无效。顶多是边的女公关惊一个，赶紧挂虽然离开现场。公关也正紧张的，也有加这个查甫人做伙来的朋友。同行的有人之前不知道，是警方查获时告诉他才知道，那他也赶紧去跟那个女公关借口罩戴。17透早3点半，高雄市新兴分局派出所的警察实施临检，伫这县二路一间舞厅的包厢内，查到这个伫咧远洋渔船掠鱼的姓黄的查甫人，本来以初7作业煞，带渔船转来，照规定爱居家检疫14天，一剩4天伊就挡袂了。外出的时间高达3个小时以上，同时外出的地点是到人口密集的公共的场域，那同时也没有戴上口罩，因此卫生局考量上述的情节，将从重予处分新台币100万元。卫生局改罚100万，各省检疫站强制隔离，也希望其他甲这个查甫人有接触的人做好自主健康管理。也继续加强对舞厅的辅导加环境的消毒。惊讲若变做防疫的冷棒，会互高雄近巴黎舞厅的事件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昨日咱有报讲，台塑卖料六轻第2厂发生火烧，造成3个人受伤。经过云林县府组织调查小组入去厂区，初步判断讲可能有人为的疏失。这当阵，云林地检署也已经开始立案调查，要来理清这场火烧的过程，敢有人去牵涉到公共危险罪？六轻台塑化炼二厂15号上午9点发生大火意外，消防单位一直到迄天暗时8点外，才完全控制火势撤离。这起事故总共造成3个人受伤，现在云林地检单位主动侦办，分他日案进行调查。台塑六轻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产业，那这几年因为有发生公安的情况，那本案这个部分呢，因为火灾的发生，先行搜证以及进行证据的保全，那是否有涉及公共危险或者有其他特别刑法的犯罪部分呢，也由检察官来厘清当中。为了要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文管府已经由各局处和专家学者组成六轻公安事故监督小组，进入炼二厂勘查。现场经过大火烧过，敢若上火气。经过初步了解，指向人为疏失，这导致这个大火事故发生。是因为他们为了一套他们的一个议案的一个注入系统，然后他们先把原本的有故障的这部分去做个关断。那在操作另外它系统的部分的话，发生一些人为操作上的一个疏失，然后而造成这次的一个大火的这样子的意外。台塑表示，虽然现场的操作人员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但因为紧张过度，才导致操作错误引起火灾，将会加强教育训练。至于检察官就讲，目前相关的案情，阁需要等解释报告出炉深入调查，才会当来厘清是否涉及公共危险罪等等。记者为您报道。云林公园，咱来讲台南市一个姓林的男性，因为后生伫学校内参加的棒球队发生管理方面的问题，伊煞去和别个队员的老爸冤家，佮去人斗共拍着伤。警方当嘛以伤害妨碍自由，将伊移送法办。教师团体嘛出面批评家长家己咧起诉，这是会造成学校的老师愈歹管理。姓林的查甫人来甲被害者姓刘的查甫人因兜外口，也捌搭着一直讲，徛伫身躯边的朋友嘛赶紧来阻止。
最后是证人合作，总算甲涉林的查甫人压制条例，专案嘛闹到派出所去。起因是双方有法律诉讼的纠纷，然后当天林显要前往被害人家中寻求和解，被害人不愿意，林显心生不满，就拿球棒殴打被害人。根据警方的调查，起因就是2个月之前，涉林的查甫人因为后生办球队管理的问题，双方起冲突，去互姓刘的查甫人提起告诉。教练那边甲教练讲，我管钱，哈。所以教练和阮孙仔做投手，他有告诉我儿子说：“你凭什么关系要来教囡仔？你唔是教练，你是凭啥？”但是双方和解无成功，这个月13，佮走去姓刘的查甫人因兜拍人，也毋过因为球队管理的问题，演变做家长之间的冲突。台南教育产业工会表示，这是真无好的示范。而且家长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示范的一个效果会造成其实在学校里面老师这边在教育上会更加的困难那影响会很大的。这个犯案的姓林的查甫人去互抓起来了后，煞嘛向警政署投诉，认为警方违法甲抓，因为对方姓刘的查甫人明明冇反击，煞无代志。对这件代志，警方讲，姓刘的查甫人是属于要保护家己，即马专案嘛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地方公园来讲，中央行政院已经定案要推动国家发展4年计划，目标就是对明年开始，未来4档的经济成长率，拢要伫咧2.6%到3.4%之中间。一年当国民的所得平均册嘛，就要达到3万美金。但就学者分析讲，照看4档内经济成长率上无拢都要保持伫咧2.9%，这项目标才有可能会当达成。行政院伫进行通过新一期的国家发展计划，2021年到2024年，未来4年人均的 GDP 应该让达到将近3万美金的目标。未来4年平均可以达到29000多美金，那这是4年的平均数啊。如果单一年度来讲哈，我们是希望能够突破3万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关卡。国发会讲，新一期的国发计划定未来4年经济成长率平均2.6%到3.4%，人均 GDP 目标定在29006到29584块美金。不过，真侪民众无看好，还有一段距离耶，因为现在又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大，所以整个经济都空转很多，想要达到是更加困难。学者分析，今年经济成长率普遍无问题。因为基期较低，明年2021年的 GDP 应该能挑战3%。不过，所落来3年的 GDP 拢需要保持2.9%的成长，人均 GDP 3万美金才有可能达到标准。年保1，明年3%，未来再过来的3年平均2.9%，那这样子3万美元的人均所得就可以达到。只要台湾的产品有它的独特性，无可取代的话，那其实这个都还是能够作为这个提升台湾经济成长的力道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讲，全世界39个已开发先进国家，台湾是其中之一。也若是人均 GDP 3万美金，人口达到5000万人，全世界只敢若7个国家。台湾的人口只敢若2300万，内需市场伤小，经济成长依靠出口。国发会讲，未来产业政策的目标包括改善投资环境、出口结果，也个提升内需。若是拢会当改善，人均 GDP 3万美金的目标就唔是口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大学入学指定考试的成绩单，今日开始寄出去予考生，嘛开放人去查成绩。今年敢若有3门科目有人去考到满分，其中就是数学1这科上介济，有331个。另外，数学加、数学1和生物这3科，学生考出来分数平均册是近来5档上介低一摆。109学年度指考的成绩今仔日公布。今年敢若有3科有满分，以数学1这科的人数331个人上济，过来是化学32个人，物理有8个人，有7科无人满分，考0分的10科拢有，嘛是数学1这科101个人0分上济，也若各科的顶标，其中国文77分，比去年85分搁降8分。确实，今年的国文它的文字量是比往年要稍微多一些，大概超过刚过13000字左右。
不过代课中心认为讲，题目的长短甲困难的程度并无绝对的关联。今年数学这科素养题敢若有1条，不过顶标敢若有60分，是创下5年的新高。与高分群的鉴别度是会鉴别得出来。那当然，我们也会去思考，就是非高分群的这一部分的考题，它的难易度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规划。那数学甲数1、生物5个标拢创下5年的新高，物理的底标嘛创下5年的新高。不过英文甲化学的顶标创下5年新高。补习班的老师预估，若是要考调台大，第一类组至少爱405分。第二类组爱375分，也若根据代考中心的统计，今年拢总有43748个人报名，是这5年以来报名人数上少的一年。不过有6个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后礼拜20到22这2天补考。记者综合报道。搁来关心医疗方面的新消息。若讲到肺癌，人拢会想到食薰，毋过打薰无毒，同款对着这款症的患者煞也袂少。中央研究院上届新的研究指出讲，肺癌一来当然是和人体较接去吸收到空气内面会引起癌症的物质有牵连。二来咱体内两白质 ApoBCE 变化特性指数的悬甲低，竟然也是造成肺癌牵连的原因。一直以来，肺癌患者大家拢认为甲食薰有关系，毋过伫咧台湾，无食薰治疗肺癌的患者，煞比有食薰的人搁较侪。中研院甲下单位的研究团队以两倍基因体技术建立台湾早期肺癌病人生物分析法的大数据，找到毋是因为食薰治疗肺癌的患者可能致病的机制，头起先是肺癌甲人体体内 ApoB 突变特征的关系，过来是伫充满致癌物的环境。所以，我们是从蛋白质的变异，就是在癌症组织跟正常组织的变异中，我们发现到说，这些蛋白质的浓度高低跟临床恶性的因子有非常高的相关性。所以，等于是从蛋白质的分类法，可以把这些恶性的病人挑出来。研究团队表示，肺癌是全世界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就算讲药物治疗最近拢有进展，毋过5年的存活率也是伫咧20%以下。尤其是伫咧台湾，超过9成治疗肺癌的女性拢无食薰。最近10年有少年化的趋势，所以这届研究团队分析东亚地区103个肺癌患者，结果显示，年龄甲性别相关的诱变机制，无食薰的少年女性 ApoB 突变特征程度较悬，可能是女性早期肺癌的驱动因素。若是超过70岁的女性当中，长期伫咧充满致癌物的环境所引起的基因体编辑突变特征，可能是癌症早期主要的驱动因素。想办法要去找出这些高危险群，利用这些高危险群的病人有一个筛检的方式，早期诊断。那最重要的是在环境卫生这边、公共卫生这边怎么预防它。这个研究是甲美国临床两倍基因体学肿瘤分析联盟来合作，公开台湾甲美国病人肺癌生物学的精密簿，所以成果嘛做伙刊起伫国际期刊《细胞》的封面顶悬。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先来讲南投德山出德啊，南北二路上出名。但德啊文化园区嘛特别举办免费的活动，邀请专家来甲民众学编德啊做亏线，做出来是好看佮实用。这款课程就是要互来遮上课的民众，佮较会当了解讲德啊千变万化的好用途。天气小热，出外若无电风，亏线就是一个真好的天然工具。南投德山的德文化园区特别举办课程，互民众家己做亏线。我觉得不会很困难啊，很有趣，因为第一次来接触到这个，做1-2次的话会比较熟悉一点，只是说速度会比较慢，不会很困难，就是蛮好玩的。利用无共色水的德甲片来编辑出有多样的亏线，顾虑到学员是头一届参与，这边老师嘛特别安排较简单的课程。各位大众来讲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因为我们最基础的就是我们有9片来起底，我们用753的方式所以它才会有一个图形，就3的一个形象这边看起来简单，但是实际上需要真大的耐心。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参与课程的民众嘛拢顺利做出亏线。过程中唔但学晓编辑的技巧，嘛当了解德甲的特性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
同款来看中部来讲，市民目前若买到下流，真侪拢是定制的。啊，毋过台中外埔当有一个农友范金清先生，对7、8年前就开始研究要种软质的下流，伊拍拼到今年，总也来试验成功。范先生讲，未来嘛望有愈侪人客会当食到伊苦心栽培出来这款新品种，酸甜啊酸甜的好滋味。互人叫做是果子红宝石的下流，用手甲掰开，内底一粒一粒袂输是珍珠共款，食起来酸甜啊酸甜。这个和一般市面上卖的无同，伊是台中外埔的农民范进清，今年拄试种成功的软质下流。定制的呢，它最主要就是在这个萃取用，萃取用，啉果食袂啦，但是呢，咱这呢，你安尼甲掰开来食，你这呢唔免配剂，这剂呢，你就这个呢，直接吞下就吞下落啊。食这款软质的下流免配剂，也唔免惊囡仔会夹着，方便搁好落后。范进清因为家己爱食，所以自7、8年前开始研究，无除农药，一年通收2届的进口黄下流。尤其是在我们台湾，尤其像这一阵子，雨水那么多，雨水下了马上高温下来，这个你要做到没有化学农药，是一个相对困难。范进清讲，台湾雨水高、温度悬，要种出好品质的下流实在无简单。这阵软质下流总算试种成功，农民朋友的用心，也互咱台湾的农业一直进步，发展甲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环头搁转来看德山南投德山镇公所自来拢会喷有法度分解的塑胶袋啊，互顶面来滴喷。啊，这种袋啊特别就是讲喷底了，直接落入去喷桶，连袋啊嘛迅速发酵变作肥料，就通互清洁队搁再出来分互乡亲压花种草落肥，真正达到环保循环再利用的目标。眼前的这个塑胶落架真特别，改变一般塑胶落架无环保的观念，因为伊会当家己分解，底喷了后唔免搁再处理，就会当直接回收。平常的话，我们除了就是鼓励居家，他假如说要到处理的时候不方便时，他可以用环保袋子的时候，喷洗基板它是可以分解的，也就配合处理的回收。因为环保塑胶落架会当家己分解，清洁队回收了后，透过发酵处理，转化做有机质的肥料，提供种花草使用。我们如果拿到我们这个堆肥可分解袋呢，各位证明呢能丢到我们的厨余桶里面，就会拿到我们清洁队做堆肥的部分。那堆肥呢变成有机质，那有机质的话，它就是草花的我们所要用的介质。那我们那个可分解袋呢，它在土里面呢，大概6个月到1年左右呢，它就可以完全分解。这对我们的环境里面呢都不会造成负担。最近，个人开始重视塑胶减量，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公家机关，只要有心，拢会当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像是这种环保分解的塑胶落架，充分达到循环再利用的功能，嘛大大减少地球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中部森林好尾有一搭专门咧推动艺术创作的场所，搭档咧宣传讲学画图唔免有基础，因要教民众创作流动画。就是对景色水到画法种种，拢由人自由去选择。指导老师表示，这就是要鼓励民众来接近艺术，提升因家己创作的信心。民众家己景色，刷落去，把色料倒伫画板顶面，再搁摕起来豆豆啊叮当，互色料流过来，搁流过去。这就是这阵上届时行的流动画。它很简单，很好入门，然后很推荐给就算你平常没有在画画创作的人，都可以来玩。学习这种流动画的过程中，会感觉到愉快，感觉到游戏，但是也感觉到美好。来体验的民众拢讲，创作流动画唔那简单，搁通互心情放轻松。指导老师表示，希望大家会当运用生活中的元素来发挥创意，让大家可以去把生活中所看的、所想的，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颜色以及那个材料去自动融合成一幅画作。做这款流动画，唔免先学画图的功夫，也无虾米限制，只要用心投入创作就会使。大人和囡仔嘛会当做伙来感受艺术的气氛。希望大家来这边可以舒舒服服的创作。艺术的表现方式有800种。自由佮无限制的流动画，互民众通照家己的想法创作，那亲近艺术，那互心情平静，毋那刺激因的艺术天分，也增加因对创作的信心。记者报道。
咱再来讲台南市嘉义国校，只有一群学生是经过台语读局来学台语。因所读的是世界经典的作品《小王子》这本书。对讲台词到行脚步，因拢再三练习。小王子踮伫咧舞台顶，和无共款星球的人同齐讲台语，这对来看戏的观众嘛是真神奇的体会。走，1、2、2、2、3、2、4、2。对着剧团老师的口令，学生认真练习。因第一摆要伫舞台搬戏，而且是用台语。阮是讲星球的人，阮是小王子。小王子是世界有名的文学作品。嘉义国小这12位学生分组，有的人念口白，有的人演小王子甲无共星球的人。因已经练习1个月尾，学生的表情嘛真认真。免就是爱加迄个动作啊，音爱加好对对。现场不只有剧团的老师，阁有一位志工阿公詹进良，伊会教囡仔发音。嘉义国小的台语教育，这位阿公志工贡献足大。伊对台语文有研究，平常时就伫学校教1年到6年学生的台语朗读。这道活动伊嘛负责指导读剧本。伊家己有2个孙仔，就是现场的演员。囡仔讲台语的人啊，愈来愈少啦，所以我嘛有迄个兴趣，来斗帮忙，大家做志工。或者囡仔吼，一个鼓舞的现象啦，囡仔有迄个兴趣，有迄个机会，有迄种舞台，因应该表现搁较好。因为学生拢有台语的基础，5、6年的看剧本嘛毋是问题。毋过上台表演拢是囡仔的第一道。一开始，阮嘛是有带因耍一寡戏剧游戏，因为大家会当较了解讲，戏剧是啥物，会当伫舞台顶做啥物，比如讲是声音的、空间的，还是动作的，无共款。了后才入来剧本。小猪的目睭，世界看倒面会当坐咧。这回是因为台南台语话活动，嘉义国小表演2场，小王子嘛会使讲台语，囡仔用身体嘛用母语，透过世界经典的文学故事来了解台语文化。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台南报道。咱再来讲欧洲南部一个山内的国家，这国内底上界关山，加一个庄头。民众讲因完全拢无去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因为庄内无人染着病。不过今年外围的观光客拢无来，这款平静的生活，讲起来感觉嘛是真好。在海拔不到1500公尺的山边，波士尼亚境内上悬的川路卢克米尔，维持独立的环境，可以闪过新冠疫情的摧残。这老大人游玩过着平常时的日子，大部分时间拢踮伫就厝内底，照顾因的土地甲园仔。Nema korone. Ovdje se komotno kreće, bez maske, bez rukavica, bez ništa. Eto, ja vam niko nije zima, još tače rukavica, ali vi ste se naučili to pa. 卢克米尔村民大部分穿家己天的衫，几百年来拢是安尼。这几年，若到冬天，因会落山到首都塞拉耶夫，甲因的子孙团圆斗阵度过冬天。若是春天一到，山顶的冰雪融去，因过上山，登去因口中的和平之港。今年3月初登来了后无偌久，波士尼亚都因为新冠疫情全国封锁。Turista slabo imamo, turista nemamo. Kako je prošle godine bilo, ove godine nema ništa. 过去10年来，这村民已经惯习疫情较好过路游客。这游客大部分是真爱大自然的骑脚踏车，或者是爬山的人，来欣赏壮观的景色，加中世纪的梦牌。今年受疫情影响，用要无观光客，不过因也无要紧，依然真享受山中的生活。To je tako jedno lijepo mjesto, divno, ja to volim. Volim našu nošnju, volim sve, ovaj kraj volim. Eto, ovdje nema korone u svijetu, ima svugdje u Americi, ali kod nas na Lukomiru nema. Lijepo, kokad je lijepo. Lijepa priroda, lijepo sve, lijep zrak, narod. Sve je to gostoprimljivo, svakoga hoće primiti, svakoga hoće ugostiti. 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因为西南风影响，今日台湾各地头天气烧热，东南部无定会透烧风，尤其花莲县的山谷、甲台东，还有台北市和新北市一寡地头，气温拢有可能会升到38度，请观众朋友都要注意。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做伙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家人台北、新北、桃竹苗32度到37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1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31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到35度。金马平湖29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今仔日的人有够多，敢会使卖个硬的刺激摆啊！咱今仔日要来讲的，就是我即摆的感觉。压杂，压杂，汉字写作压杂，罗马字写作压，字压杂。两字拢是入声第4调。台语的压杂甲华语的龌龊，虽然汉语同款，不过意思甲发音拢完全无同。压杂是讲人的心情袂快活，有时是因为天气、湿度的关系，有时是环境，也是代志袂顺的关系。只要是心情袂顺、无欢喜，阁无法度解决，拢会当讲是压杂。像讲有时阵，阮会拄着一寡人摕真歹性地，电梯速度上慢，就甲阮骂，阮阁无法度应转来，心情都会有淡薄仔压杂。台语和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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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时讯息。身体的其他艰苦病痛烧伤，拢是爱去互医生看。若有照先生的方法落去治疗，拢是好的哩的。至少会当控制甲真好势，会影响正常生活。咱讲欢喜嘛一天，痛苦嘛一天。咱做人吼，唔通无代志，家己生代志。食饱换腰，擦家家己牙。家己找烦恼，互家己歹过。人讲改运不如改心，丢压杂，搞操烦，硬心，郁闷，不静，食饱换腰，擦家家己牙。改运不如改心，祝大家！大家拢欢喜，压杂先利利。今仔日的大家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